小笑飞龙岗，飞五岗，煞飞去安平港。安平港，安平港。哎，好，希望啊，这个鱼仔拢会当飞出来，伊会当去找着较侪同伴，哦，伊的友情，伊的好朋友，好无？啊，你要教人安怎煮无？白天啊，不要紧，转去慢慢学，哦，好，来，我今仔的故事，今仔日跟笑歌口纸到这结束，感谢，咱下一个吼。这是什么物件诶？灯泡在落水，跟细细，你我来讲，就是是，哇！你都会晓讲话，你看，你都会晓讲话呢。哦，等你哦，惊一条哦，你紧抬头看，你看，蜘蛛网啊，顶悬是毋是足济落水？你看，拢光细细哦。我就是搁要画较水。好哦，转去画较水的，后摆来互汉字姐姐看。好水，来，第二哦，等你哦，背到树仔顶。拄着一只什么？来，这是放气。哦，对，碰气，都袂使。好，你问碰气哦，你要问碰气什么？气是什么物件？还有，今嘛，咱大家听一个声音。好小啊！好小啊！哦，碰气就讲哦，当树啊，当树叶啊，起起楚楚，嘿，就是鸡。起起楚楚。再三，今日来到这边，嘿，来，花椰树里到位，哈，再三，来，最佳里到位，够贵啊！最佳，来，这边，阿姑里到位，阿姑，哦，谢谢。来，豆糕你到位。比较不可爱，我觉得豆糕。哦，豆糕，好，多谢。你也对啊，我也摇头叫你到位。摇头叫，摇头叫 A， 摇头叫 A， 好，多谢。摇头叫 B。好，今仔日汉字姐姐讲这个故事就是要甲人讲。你的生活，你的四块认证，你行到倒位拢会讲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中秋日有一小小的故事，多谢大家。